13章31到35节，以及15章9到17节。和合本圣经在第149以及15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约翰福音13章31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乐乐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看15章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以上，请本堂刘传道来讲道，题目是纯全爱心2一条新命令。弟兄姐妹平安，姐妹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今天要领受一个新的命令，领受一个新的应许和一个新的应验。如果你把这个新的命令活出来的话，它是会应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智慧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读了你的话语能够明白，开启我们智慧的眼睛，让我们听了可以去行这福音的意义。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5月的时候都会一起来操练灵命操练今年我们要来操练的是纯全的爱心今天是第2天，今天呢我们一起要来学习，就是耶稣呢在大诫命要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来爱神跟爱人，也是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的总纲。传道在这个礼拜呢，很非常的神奇奇事似的，遇到了30年前我在台中商专的同学，他们在礼拜2的下午打电话给我，说：“你是刘应验吗？你已经失踪很久了。”对对，我就是。你怎么找到我的？原来是他们在 Google 的时候看到我在讲道，他们打刘应验，他就问我：“传道是什么？”我说：“传道就是随传随到。”哎呦，这是什么工作啊？我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基督教是什么？”说：“你可不可以简单跟我讲？”我就跟他讲，基督教1个字而已，那个字是什么？谢谢，我们是一个爱的教会，所以我们能够懂，我们就要来操练这个爱，我们让我们的爱能够更正确、更纯全。这个爱呢，我们怎么样来？不是嘴巴讲而已，不是公共的你活出来。讲而已是听听就过了，跟你没关系。我们活出来，这是应许跟祝福。在郑牧师的这个讲道里面，就这个大纲里面，这个经文里面，就等一下会告诉我们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你要不要？
要，他大声嘞，要就是你的 ，yes， 要不要？要。感谢主会应验，如果你活出来。好，我们怎么样来活出来这个内容呢？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跟5节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呢，他告诉这个提摩太，在那个时候的世代里面呢，他们也讲究爱，可是呢，他们的真理越讲越吵越闹，不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害。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来讲真理。就什么真理呢？他说命令的总归艺术的是结局啦，哈。这个我讲的命令呢，从神来的命令的结局就是一个字，什么？爱。这爱从哪里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是怎样？生出来，自然而然生出来，像什么一样生出来这么自然？植物一样，小小的种子，你只看到种子，但是你已经看到什么？它的大树，你只看到果子。当我们种下一个木瓜的种子种下去，你在种的时候，你每天看到的就是什么？你在浇水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不会是小小的种子，你看到的虽然还没看见，但是你因着应许说这个会长出大树，而且大树会长出木瓜来，所以你因着一边浇花，一边浇树，一边你就是心中有的那个木瓜的这个种子，这个盼望，这个是长出来的，是生出来，是多么的自然啊！所以爱困难吗？在上个礼拜，郑牧师告诉我们爱从神来的，真的生出来是非常自然，生出来是非常的喜乐。这个生出来的爱，这里面有什么？清洁的心思，跟无亏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是生出来了，这样我们才能够这个爱是完全的。所以呢，在2011年的时候，牧师讲了清洁的心；在2012年的是无亏的良心；2013年是无伪的信心跟纯全的爱心；2014年，如果你跟传道一样来不及参与2011年跟2012年的上半年的话，没关系，郑牧师都会讲得很清楚。上个礼拜如果有来的前情摘要非常清楚，所以还来得及，这个祝福还来得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得着。各位记得2012年我们5月的时候灵命操练，为了什么事情祷告？禁食祷告吗？对，我们那一年为了来一个青年传道，记得吗？就是我啊，我在这里呀。所以我们有祷告的都有份哈。所以你们要持续为传道祷告。如果传道能够真的行出合神心意的，我们都跟神同工。如果我有走不好的，或者是我有偏了不够的，请你也为我祷告，然后告诉我。那我们就跟神一起同工，我们一起来经历。好，那我们就要来稍微前情摘要来简单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期待这个月呢，我们的心思可以重建这个爱呢，绝对是一个变动的状态不是一次就爱得够，不是那个是只有歌星唱而已。我们要常常被神爱得够，好不好？如果我真的觉得有些不平安，我有些困难，我爱真的很难，我感觉好像很多地方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害。那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再回到说，我们的爱是从哪里来？从3个地方：清洁的心思、无亏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再重新再回去看，你就会发现，我有一点偏，有一点被污染的时候，我的心思，那么我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我能够再对焦于神。好，所以呢，我们呢常常要到神的面前，也常常要来操练。好，所以我常常要练习这个，很难控制。下一页。好，然后2012年我们无亏的良心我们学习到的是就是我们牧师有举了一些例子2012年麻烦2011年。好，
对不起，2011年的时候，牧师来教导我们，是要这个要来对付这个不信，我们记得吗？那个不信，牧师举的例子是多马，也就是他没有不相信这个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他死，而且让他有新的生命再来就是我们人呢，因为罪性这个怎样？大卫本来这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因为他这样犯了罪。犯了奸淫的情欲，我们人因为罪，我们也会有这个羞惧的心，就是那个井边的妇人，她有5个丈夫，但是神的爱来接纳她。还有呢，这个约瑟呢，这个做了2个梦呢，从此被论断，然后被害得很惨。但是神有转变的能力，人呢想害他，但是神呢却能够转变成神要爱他，这很奇妙。神有转变的能力。世人纵使对你是不好，想害你、论断你，但是神却有转变的能力，想害你会变成神要特别的爱你、特别的祝福你。若是你能够活出福音的真道理的真精神，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无愧的良心，良心这个事情呢，良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一种类似说是非的心那特别是神所赐给人的一个功能，它就像呢我们家里或者是我们建筑物里面呢，如果有烟有火，它就会怎样？滴，良心有这个的意味，就是说，我所行所做，若不合神的心意，那么你会觉得心里难过，会觉得觉得不舒服、不平安。那么牧师在这边呢也教导我们呢，接受耶稣的爱以后，我们或许有时候会对一些标准，会觉得哎呦好像怪怪的，就像今天会前读经也一样。彼得因为那些不洁净，因为以前摩西五经教他们那些东西细开这个那些动物是不能吃的，但是圣灵跟他讲说吃。在这里牧师举的例子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到底祭物可不可以吃啊？有人说吃了不平安保罗就教导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凡事呢这样都有益处，但不都这样都有益处好，那我们这里呢牧师就教导我们呢我们除了祭物以外，然后我们要建立敏锐的良心。这良心标准是什么？他以法利赛人跟这样税吏的祷告，记得吗？你再怎么虔诚，神是看什么？看内心的所以你再怎么有长篇大论的祷告，真的神要看的就是你真心的悔改另外我们清洁的良心呢，我们要来学习那个没有被污染的施洗的约翰，还有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无愧的良心呢，那个良心是怎样？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这样是神给我们的。在撒该他怎样？他知道他自己错了以后，他没有说刷皮啦，饶恕。我们一般会讲说，牧师以后会讲在第一次在下个礼拜就会讲。我们常常讲饶恕怎样？后来没记得算了。不，真正的饶恕不是包庇，真正的爱我们要真实。我们错了，我们就要悔改。在这里牧师所讲的是撒该，他知道他自己错了以后，他就怎样愿意赔偿人家这个数倍的钱倍数的钱那这里是在2013年去年，我们跟着这个信心是没有虚假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因信能够成义。还有呢，进入迦南地12个探子，他们只有2个他们的信心是像巨人般他们看见这样迦勒跟这个约书亚他们看见是从神来的信心。我们有没有从神来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给我们有很多信心的这个前辈，他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证据无畏的信心呢，像真的长出来。怎么样长出来？他说，耶稣说怎样？你们若有信心，就像什么？那个酵母放在面里，自然就发酵，那个影响力就发酵，就像什么芥菜种，小小的，当它长出来的时候，除了自己可以长出果实，更能够怎样？可以就是让这些鸟可以休息在上面，可以祝福别人，自己被祝福，也可以祝福别人。那在今年2014年，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根源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能力相爱？有。好，我们呢这个今天讲到这个，我们有能力相爱，但是问题呢，你愿不愿意？我们有能力相爱，但你愿不愿意？今天要讲彼此相爱是选项吗？是选项吗？
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会在下个礼拜我们会学习爱仇敌我们相爱的这个准则跟程度，还有在最后一周我们也会学到爱人如己。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学到爱的根源，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所爱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彼此相爱是一个选项，是一个必要吗？我们今天最后我们会知道这个结果。好，那所以传道今天我们是亲子我传的礼拜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让大家来一起感受什么是爱，因为爱要讲很难讲，但是你会感受到怎么样来感受。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故事。苹果树。从前有一棵树，他好爱一个小男孩，每天男孩都会跑来收集他的叶子，把叶子编成皇冠，扮演起森林里的国王。男孩会爬树，也会把他的树枝当作荡秋千来荡秋千。吃苹果，他们会一起捉迷藏。玩累了，男孩就在他的树荫下睡觉。男孩好爱这棵树，好爱哦，树好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男孩长大了，树常常好孤独。有一天，男孩来到树，树说：“来呀，孩子，来，爬上我的树干，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吃苹果，在我的树下玩耍，快快乐乐的。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要爬树，也不要玩耍，我要买东西玩，我要钱，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真抱歉，树说：“我没有钱，我只有树叶和苹果。孩子，拿我的苹果到城里去买，这样你就会有钱，你就会快乐。”于是男孩爬到树上，摘下所有的苹果树，拿到城里去，带走。树好快乐。男孩好久都没再来，树好伤心。有一天，男孩回来了，树高兴地发抖。他说：“来呀，孩子，爬上我的树干，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快快乐乐。我很忙，没有时间爬树。我想要一个房子，我想要妻子、孩子，我想要一个温暖的房子。你可不可以给我一间房子？”我没有房子，森林是我的房子。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你就会快乐。于是男孩砍下了树枝，把树枝带走去盖房子。树好快乐。可是，男孩好久都没有再来，所以当男孩再来回来的时候，树太快乐了，快乐的说不出来。来呀，孩子，他轻轻地说：“过来呀，来玩啊。”
我又老又伤心，玩不动了。我想要一条船，可以带我远离这里。你可以给我一条船吗？砍下我的树干，去造艘船吧。树说，这样你就可以远航，你就会快乐。于是，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船，坐船走了。树好快乐，但不是真的。过了好久好久，那男孩又再回来。孩子，我很抱歉，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我的苹果没有了，我的树枝没有了，我的树干没有，不能让你荡秋千。男孩说：“我太老了，我不能在上面荡秋千。”我的树干没了。男孩说：“我太累了，我不能再玩了。”树说：“我很抱歉，我真希望我能给你什么，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我只剩下一个老树根。我很抱歉，我现在要的不多。”男孩说：“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我好累，好累。”好啊，树边一边说一边努力撑起他的腰，正好。老树最适合的，就是可以让你休息。来吧，孩子，坐下来。坐下来休息，这就是爱，这就是神的心意，让人跟人之间有爱，人跟大自然之间有爱，这是神的心意。在以赛亚书11章6节，他说：“爱。”最后就是怎样？如果这世界都实践了爱，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和山羊要同卧，少壮的狮子跟牛犊跟肥畜要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些是非常有力，人们觉得残暴的动物，可是孩子却能够跟他们一起。这就是上帝的爱实践的时候。在10诫里面也讲到，第1诫到第10诫是人对神的这个爱的表达，爱神。第5诫在讲人跟人，首先就讲到什么？当孝敬父母。今天母亲节，或者是对你最重要的重要堂，好不好？今天我们都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这是神的教导。再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最后晚餐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一条新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在这最后晚餐，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犹大要卖耶稣也离开了，耶稣才讲这一段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是一个古老的命令，更应该说是一个永恒的命令。它将在天上，还有在自然间，我们都以后都要来运行。你或许会说，是啊，这是古老的命令，因为它曾经在旧约就已经出现过，要我们怎样尽心尽力尽意要爱神，而且还在旧约的当中也讲到，我们要爱人如己。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在利未记19章18节，也要求以色列人要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哪里是新的？哪里是新的命令啊？这个旧的不，这个新不是讲时间的先后，这个新是讲它内容的更新，以及他已经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因为他讲这段话，最后晚餐之后，用他自己的身体来爱我们，就是本来是我们该死的，他替你我死了，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典范。所以他告诉我们，我给你一个示范，我爱你，爱你到底，你要学我的样式，要让人因为这样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样看起来，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要让人能够认识神。于是耶稣又再次的宣布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不是只有命令而已，他还自己亲身来为我们来成为典范。那彼此相爱的标准是什么？当然咯，我们就要跟神一样啦，因为这是他的命令，说我们要跟耶稣一样。耶稣怎么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一点都不剩，爱我们到底。因为耶稣已经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候，他既然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为我们来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嘿，够义气吧？为你我舍命。所以我们若是这里说，我们若是遵行神的命令，神要说，我的好兄弟，我的好朋友，你要成为神的朋友吗？因为好朋友是一个跟你同在，是你的麻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行呢？神，我们怎么样子来跟随着神的脚步一起来行呢？在这里，神成为我们的典范，他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要与神常常来连结。这边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一开头传道讲的，这个爱很自然，它就生出来。我们跟神连结，我们就能够爱人。我们要常常怎样来遵循主的命令？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遵守我父的命令一样。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神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如果你想结果子，你能够结果子，问题在你愿不愿意。我们若愿意，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结果，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众人因为这样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彼此相爱可以成为我们身份的记号，并且能够为主来得人。你或许会说，传道，那我小小能力能做什么？可以，这是我在迦南教会快满2年我的感动。上个礼拜我们有青年信仰告白，他原来不是在我们长老会受洗，但他来到桃园，只被一个教会吸引，那个教会叫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他为什么没有马上信仰告白？因为他在观察。我们迦南基督长老教会说要成为社区的祝福，我们做很多社区的工作，是真的呀给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今年母亲节，我要说我们是玩真的。母亲节我们能拿到礼物是几百块，但是我很感动的是，在去年年底，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我们的教会要50周年，我们除了要献堂之外，我们要成为这个教会，成为台湾教会的一个祝福。我们教会常常帮助弱小的教会，你知道吗？我们常接纳很多的人来我们这里募款。有一间教会在东部，那个牧师去的时候只有7个人，我们这里是几个倍数啊？只有7个人呢。现在几个人
140个，这样是几倍啊？我不会算，200倍吗？好，20倍哦，有200倍的祝福，知道吗？在去年，就是应该算今年2月农历过年前最后一天，除夕你们都忙什么？忙买菜，对不对？这一天的牧师超忙的，这牧师是女的牧师。他们教会他要建堂，而且他从7个人的教会，他就是做课后辅导班，帮助很多那个社区那个乡镇的人。因为看到这个教会是爱的教会，就认出这个教会有爱，于是连卖鱼的鱼贩，到了农历最后一天的中午，鱼没卖完，鱼没有卖完会怎样？抽掉，时间过了会抽掉。于是他赶快，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想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他脑筋一想，在我们镇里最有爱心的教会，我一定要帮助他，因为他帮助我们的乡镇很多。于是他就把那一箱不卖掉会抽掉。亲爱的大家，你的爱心如果没有及时，你的祝福会抽掉。及时，于是他赶快送到牧师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送给那些弱小的家庭？他们可能连鱼都没有，这是很好的鱼。”牧师赶快，时间快到了，赶快2条料包好，用报纸包好，送到每个家庭去，都送完了。你知道吗？每一个拿到那个2条鱼的家庭，其中有一户，他也是被帮助的。他因为耶稣的这个教会帮助他。他虽然不是基督徒，还不是，但是他是一个被帮助的家庭。他于是把2条鱼怎样？人家教会都帮助我，那我2条吃不完啊！我拿其中的1条，再拿去怎样？分给隔壁的，说这是我是从那个教会他分给我，然后我呢2条太多了，这个爱放久了会腐烂，所以我要分出去，付出是我最能够把握的，是我最能够拥有的，付出去。虽然我也是被帮助的家庭，帮助给隔壁以后，他就觉得很安心、很快乐，就像我们付出爱一样，心里那个扎实跟喜乐。虽然少吃1条鱼，可是少吃1条鱼不会怎样，但是那个快乐是不是能够形容的？过完年以后，这个牧师有人敲他的门，牧师平安，请问您是？我是你的那个帮助的那个家庭的孩子的邻居。好远的关系哦。他在除夕那一天中午送我1条鱼，我呢回送你们拿一个袋子。这是我也要跟你们互相，台湾人就有这可爱，互赠，互相互赠，礼尚往来。那牧师很高兴，谢谢你，谢谢你。袋子提袋一打开，你们猜是什么？猜对了，1叠，3个字，新台币。数一数，上面一个单子写：我知道你们教会要建堂，我实在没有什么能力，我愿意把我所有的1点跟你们分享，请接受我的。不是基督徒说，请接受我的捐献，像他在捐献庙啊，捐献这个有钱的所在。你知道这条鱼算一算有多少，值多少钱吗？完全的数字，1条鱼700吗？7000吗？再加2个零，那是多少？70万。如果你的爱心放了过年，放了腐烂，这祝福就，你有感动吗？今天是母亲节，我们都已经献上我们的那一份。我很感动，那一天和会通过，没有人有异议。母亲节、父亲节，那我哪能没礼米？我们透过教会把爱分享出去，这就是我们迦南教会让人感动的地方。我们只是单单回应神，我们有这个喜乐，我们被满足。虽然我们有时候彼此相爱，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这个代价绝对是值得你这么做的，因为它有极大的赐福跟应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一些，我们呢可以奉主的名，我们来求神，神就要赐给我们，因为他明明告诉我们，因为他拣选我们，他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只要我们去行他的命令，因为他的命令不是要限制我们，不是要害我们，他的命令是要让我们的人生有方向，让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去遵行了以后，我们能够得着他那里来属天的祝福。我们愿意吗？这个礼拜有小组，我们都来分享，在彼此相爱中最困难的是什么？绝对有困难，但这困难值得我们去突破。我们要如何落实新的命令？我们一起来好吗？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相爱。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觉得是彼此相爱，但是神可以转换我们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是受神所祝福，祝福临到你所到的地方，人因你而得福。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何等不配，但主你看我们为宝贝，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实在是诉说不尽。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好的母亲，不管她还有没有在世，我们的母亲永远都对我们有一个爱的影响。谢谢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愿意说，主，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新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若我们真的有困难，主，你的应许是要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主，你更让我们迦南基督长老教会要彼此相挺，彼此扶持，成为一个分享爱的教会。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的名，阿们。